大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来甲大家小解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这字就是溜，另外佫一个音读做流。这个流本来意思是讲甲煮过的饭粿，也佫有暂定吹一解，像人讲流庆饭。另外佫有一解佫一解的意思，像讲讲过啊，你就莫佫溜啊。另外佫有复习的意思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流过，头前讲到就是已经吹熟的粿，佫吹一解，互伊创好烧。第二个词是一句俗谚语。讲三日无溜，就爬上树，意思就是三工无复习，学过的物件拢会爬去你树顶，代表讲拢会放袂记哩。咱用一句话来激励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伊拄开始学做师仔，先学做过功夫，就要先开始溜过。功夫就要逐工溜，三日若无溜，就会爬上树，就无法度歇熟手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溜，提供互大家参考。